今仔日是24節氣當中的小滿，這氣象署是講呢，全台灣日時啊，這天氣會真燒熱，氣溫差不多是佇32至34度左右。也那南部呢，外山區上懸，甚至是會衝來到36度。氣象署嘛有提醒講，這拜四過到了後呢，這水氣就會愈來愈高啊。北部也閣有中部以北這山區是會落盡雨，直等到拜六，這天氣才會轉好。北部真好天，民眾佇家落個雨刷雜質。氣象署講，拜四之時各地濟分好天，氣溫稍熱，全台灣日時的溫度佇32度到34度迄卡兜，南部外山區上懸甚至會到36度。氣象署嘛針對台南、高雄發布高溫特報。所以整體上來說，其實氣溫上，在今天來說的話，就是西半部地區大概都是在32到34度左右。尤其是在南部比較近山區內陸地方，可能會來到36度以上的高溫。那5月1日是24節氣的小滿，俗語講小滿歸望正水，就是咧講小滿的時會開始落黃霜雨，稻仔開始做歸。到望正的時，稻仔就差不多9分把歸。另外嘛有立夏小滿、雨水小乾的講法，意思就是黃霜雨落袂離，甚至有可能做大水。不過對做事人來講，水分到囝對作物是真要緊。另外還有小滿無影雨在本島。種花種木該成寶，等等俗語的講法。氣象署指出，拜四過晝到拜五這段時間，水氣會開始變高，北部甲中部以北山區會落盡雨，過晝各地嘛較熬落西北雨，一直到拜六天氣才會轉好。今天呢就要留意，就是在中午過後，其實水氣上是會逐漸增加的。那今天午後雷陣雨的範圍預計就是在北部、東北部、東部地區跟其他的山區，可能會有些局部的雷陣雨發展。其中在北部跟東北部山區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的一個發生幾率。氣象署講，未來一禮拜日頭請夜影，一直到後禮拜5，只要黃霜雨方面通過，時候可能會開始落雨。提醒民眾這幾天出門就要紮雨傘、加啉水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